并思维中面虚空界的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中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所有的众生，那虚空当中不光是也是诸佛菩萨，也是有许多的众生。那么我们很多的人没有学习过佛法的情况下，那么也是有一些其他的宗教的因素总是来说到也是会相信因果的，会相信除了人类以外也有其他众生的那些人，那就是完全不相信因果的人，跟他们比较起来的话，那当然是他们是比完全不相信因果的人好很多，但也是没有完整的佛学的基础，也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生死轮回的道理的情况下，那好像在某些地方呢会有一些非人的众生，那么某些地方呢就是没有非人的众生，会有这种的想法。但是实际上来说到一切众生也是无所不在，那么这些所有的众生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但都有关系的而且最主要呢就是这一世当中我们就遇到的跟这些一切众生是跟我们就是有更有最近的缘分的人。那么实际上所有一切的众生跟我们都是有特别的关系，什么关系呢？都是有父母跟小孩的关系。所以呢佛陀说如母一切众生，所谓的一切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这里面就是没有不算一个众生。那么所有的众生有多少的数量，这里面其中一个没有的话，那就不能说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发菩提心的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一个世俗菩提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呢，就是要相当就是不光是在这个文字上跟这个理论上的一个学习，这我们就是实际的一个训练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必须得要感受到所有一切众生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是一直要不断的在修持的情况下，能够增长我们的那个菩提心那么增长我们的慈悲心菩提心。以这样的情况下才是会真正的得到效果的那么不然的话，我们只是知道一切众生是我们的父母光是知道也没有用，我们必须得要就是知道以后，我们也知道父母都是对我们有过恩德。那么有过恩德，我们知道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我们必须得要报答恩德。那么如果是我们的对为一切众生没有在以修持的方法去报答恩德的情况下，我们在冤亲债主之间的这些相互的这个欠的债呢，总是必须得要相互要还的。所以这些来说到就是不同的方式，就像一个修行人来说到，我们用修行的方式，用发心的方式为一切众生发心，度化一切众生的心来，我们就修持佛法的话，那能够可以获得解脱。那获得解脱，那我们就是可以度化一切众生。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长期在六道轮回当中不断的以疾病的痛苦，以战争的痛苦，以贫穷的痛苦，以争夺的痛苦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来相互呢换债，相互就是又一直不断的造业的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没完没了的一直在不断的轮回的原因也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为这个方面呢非常重要。那么在所有的我们在学习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特别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学习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就学到了任何一个东西都必须得要就是真正的去思维，真正的去实用，这样才是最殊胜最圆满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怎么说呢，过去没有做过自己的父母亲的，然后做父母时他们与现实的父母完全相同，也是并家疼爱，精心抚育，有好吃的先给我吃，有好意先给我传，极其慈爱抚养我成长，恩重如山。所有这些深恩父母如今沉溺于轮回大苦海的佛道中，
被层层愚痴的黑暗所蒙蔽，不知去是正道邪道，远离开始真实正道的善知识，无有依靠之、救护之、护主永军以及希求处与归处，犹如无依无靠漂泊于空旷荒野之中的盲人一般。所有这些老母亲，所有这些父母亲，正什么？正流转于此轮回中，而自己一人获得解脱有什么用呢？因此应当观想，我为一切众生发不殊胜菩提心，然后修持往昔佛则菩萨门的光大利众之行，唯一为轮回中的一切众生全部获得解脱，而什么？精进修持，并尽力念诵。自本作灵着康中